继续来看2021年台湾一个帮派人士，伊牵涉到走私毒品甲杀人案件，伊逃亡秘伫咧柬埔寨，而且伫咧遐伊继续伫咧做毒品的买卖。咱国刑事局通报柬埔寨甲美国长期做追踪。今年7月份，这个集团要走私毒品来台湾，下个小组展开行动，成功抓到6个台湾籍的嫌犯，而且查扣789公斤的K他命。这嘛是柬埔寨今年上大的毒品走私案。甲查缉到的毒品等证物拢排好，柬埔寨警方侦破毒品案件，查到789公斤的K他命粉啊这证物，不过背后的主嫌是台湾人。以陈姓主嫌为首的6人犯罪集团，那全案呢同时搜索查扣到3级毒品K他命789公斤、汽车4部、机车2部，以及大批的银行账户以及手机。主嫌姓陈的查甫人，捌伫2021年因为毒品运输纠纷，涉嫌杀害一个船长。警察大队调查，伊逃出境了后，藏伫柬埔寨近边，所以协请柬埔寨甲美国的缉毒局斗相共，登记跟踪。结果伫7月中，警方又接到情报资料，讲这个集团要走私毒品来台湾，所以就随通报柬埔寨。专案小组伫7月31日暗时先伫西哈努克省查到789公斤的3级毒品K他命，阁抓到2个嫌犯，尾仔阁伫金边抓到姓陈主嫌在内的4个嫌犯。陈姓范闲是天道盟不倒会的大哥，同时呢，另名范闲段姓范闲也是竹联帮名人会的重要成员。那整个集团幕后由帮派来操控，我们会持续的来溯源追查。警方表示，集团的成员有帮派背景，而且这件案件也是柬埔寨今年上大件的K他命走私案。目前6个人被押去金边初级的法院接受审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